我还是看不到我啊。我要搜寻什么吗？啊，我搜出去了。我怎么去古灵教会？你就是在 YouTube 搜寻，对啊，我就搜寻古灵长老教会，那你再重新整理一下，电话被刚搜出去的。重新载入。约书亚记。OK。里面是在3个人。已经有人进来。好，来，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开始了吗？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约书亚记，会有1、2章。好，我们先同心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谢谢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在星期五的晚上啊，很怀念可以有实体查经的时候，可是仍然是恩典，我们可以在线上一起来亲近你的话语。要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手中，不论我们说、听、思考、讨论，都在你的恩典里面进行。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来，约书亚记哈。希伯来文圣经讲到的律法、先知跟圣卷，或许有人说著作3大部分，旧约有39卷。希伯来人他们把他们圣经分成3部分：律法、先知跟圣卷，或者说律法、先知跟著作。那律法就是所谓的摩西五经，跟那个基督教的分法一样，摩西五经、妥拉。那先知，犹太人的先知书就跟基督教的分法不一样了。犹太人先知书就是从约书亚记开始，约书亚记、士师记、列王他们上下是1卷，这样士师，撒母耳，士师、撒母耳上下跟列王记上下这个叫做他们的前先知书。那他们的后先知书呢，就是基督教认为的大小先知大先知跟小先知。可是大先知跟小先知里面的耶利米、哀歌、但以理书不是犹太人认为的先知书。我这样讲我搞清楚好。然后历代志上下在我们基督教的分法，列王记上下，接下来是历代志上下。可是历代志上下也不是先知书没有被放到先知书，是放到圣卷著作这边所以犹太人认为的先知书是从约书亚记开始那可是基督教认为从约书亚记那边开始是历史好，特别要讲一下这个为什么？因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督教界有一个说法叫做摩西六经我刚刚说的摩西五经嘛，创世纪、出埃及记、
利未记、民数记跟生命记，摩西五经在犹太人很清楚的合在一起，当作是妥拉，妥拉，就是所谓的律法书。可是19世纪末的学者，他们认为说，约书亚记在用词或是一些叙事的连贯，是跟着生命记下来的啊，摩西五经下来的哦，所以他们认为，他们就把约书亚记称之为加上摩西五经，然后称之为摩西六经哈。这个是基督教的看法啊，犹太人不会这么想啊。好，不过也因此知道说，它的叙事的脉络是顺着生命记继续下来的哈。所以如果我们看一下，这里是约书亚第1章第1节，他就马上写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就下去了，就接着下去了哈。那约书亚这个人非常重要啊，他是当时候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其实就马上要往迦南地出发。进迦南地之前，在加底斯巴尼亚这个地方，摩西差派12个探子，不是12使徒，12个探子，他们进迦南地去窥视一下啊。派先遣部队啊，结果呢，他们12个回来都说，哇，那边物产丰富哦，果然是流奶与蜜的地方哈。葡萄大到可以要2个人扛。可是12个探子有10个是哭丧着脸回来说，你们都巨人，我们完蛋了哦，我们一定去那边等于自寻死路自杀哦。只有2个人，12个人你们只有2个人回来报告的时候，就是我刚刚说的，哇，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然后水果啊，物产丰富啊。这2个人其中之一就是约书亚哈，约书亚是派12个探子，派12个探子，你就是每个支派选一个嘛。约书亚代表的是以法莲啊，以法莲支派，另外一个是迦勒代表犹大支派。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整个旧约这2大支派是在拉扯的。以法莲属于约瑟的啊，以法莲约瑟2个儿子嘛，一个是马拿西，一个是以法莲。马拿西是哥哥，可是后来阿公就是那个雅各要为约瑟的2个儿子祝福的时候，用剪刀手，他的右手去按老二弟弟的头，就是以法莲，左手去按马拿西大哥的头。约瑟看到说，不对，爸爸你手按错了。可能因为雅各自己也是弟弟他们有所谓的老二情节。反正雅各就祝福以法莲弟弟为长子所以基本上是以以法莲来代表约瑟。那整个犹太人，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这2个支派在拉扯就是北方是北以色列是以法莲这个支派为主，那南犹大就是以犹大为主犹大支派为主。那你看这12个探子回来，对上帝有信心的很忠心而且有信心的，就这2个，迦勒跟跟约书亚。迦勒是犹大支派的代表，约书亚是以法莲是以法莲。那你可以
学者们在看旧约会发现，约书亚这个名字，除了约书亚记，后面很少特别提到约书亚。基本上他是很重要。你看摩西之后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埃及，他是非常重要。可是约书亚很少在后面有特别去提到哈。你看摩西就一直提，约书亚比较少提。那是因为学者认为，可能是因为接下来是后面的经文，后面的著述都是南方德士南犹大哈，他们在记载上面就比较忽略，或是说刻意漠视北边的哈，所以以法莲是约书亚是以法莲支派啊。约书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上主拯救啊，上主拯救的意思啊。那旧约是叫做Joshua 哈，约书亚。那这个字的希腊文拼法，就是说约书亚是希伯来文哈，希伯来文这个名字的希腊文的呈现，希腊文就是耶稣哦，就是耶稣啊。所以果然是蔡奇阿米啊，这是很有名的名字啊。然后基本上约书亚记一共24章啊，然后前面呢1到12章主要是在写摩西死以后，约书亚带领整个以色列人进迦南，开始打仗啊，征战啊。然后呢，从13章以后呢，就是在描述他们怎么划分这个土地啊，然后最后就结束。约书亚死之前，逝世之前，他是老死的哈。逝世之前，那个劝勉以色列人要继续遵守跟上帝的约，要顺从上帝。我刚刚想讲什么？如果我们看约书亚是一个很成功的、很完满的一个技术就是战争也胜利，然后顺利的拿到土地，然后划分12个支派那照理来讲就是安居乐业嘛敌人都已经消灭，或是都已经归顺了然后整个迦南地纳入犹太人的手中那应该就是约书亚就是顺利达成任务，对不对？可是很吊诡的是约书亚是这样记载，可是约书亚的下面那一卷士师记，我们如果读士师记会发现好像不是这回事就是说一样没有错，以色列人是在迦南地，可是以色列人的敌人才是占据平原或是比较重要的土地，以色列人好像都被赶到山上去岩洞山洞去就是说如果你看约书亚记的史官的记载跟看士师记的史官记载，你会觉得差很多，好像以色列人好像不是真的占领整个迦南地这是两种不同的史观那现在我们要看的是那个约书亚记那约书亚记的作者是谁？犹太人的传统认为是约书亚，可是不太可能不太可能。我们大概有一个观念这些古老的著作不会是一个人写的啦不会是有一个作者，然后坐在桌上，然后把这个写完就好像摩西五经也不是摩西写的这个都是编辑出来的都编辑出来的，只是说约书亚的编辑是早还是晚早还是晚一般学者认为说约书亚的编辑完成已经到了联合王国的初期了已经到后面了已经比较晚了。可是
它算是早的啊，很早的著作啊，算是很早的著作。因为它里面一些用词写法用词显出它是比较早的著作。比如说，他提到耶路撒冷的名字耶布斯这是耶路撒冷的旧名，然后同时又提到西顿是腓尼基的大城，可是却没有去提到推罗表示推罗是新的城市，表示这个是约书亚记是比较早的还有约书亚记会把地形他们的区域分成犹大山地跟以色列山地这个是分裂成南北国以后才会使用的名称所以学者这样去推断大概是什么时候写成的就是说约书亚记不会太早，可是已经算是蛮早的好，基本上就大概这样子来作为约书亚记的概论它不是太复杂的看我这边的经文结构，它不是太复杂，就直接分成其实2个部分或是说分成顶多再分3个部分。前边12章写征战，后面12章写划分应许之地给12支派，然后后面12章的最后一章特别记载约书亚在临终前跟以色列百姓重新的一些劝勉跟他们重新立约大概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就进入经文。今天我们会看2章，因为它前面2章蛮短的。好，第1章，约哈仆人摩西死了以后，约哈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基本上摩西在旷野40年大大小小征战，其实他都一直带着约书亚等于是基本上非常早，摩西就已经训练他的接班人很清楚，就是约书亚在那个出埃及记民数记都一直记载战争的时候，约书亚就是帮手就是势力在摩西左右的这一点非常特别因为如果我们看完约书亚记，我们会发现约书亚他没有培养他的继承人而摩西有这个一边服侍的时候一边培养接班人是很重要的概念即便是现在在教会的运作也是一样，不管是牧师啦，还是长老们、执事们，还有各团契的 leader 会长，其实都有这种概念我常常提醒我们教会的同工，就是不管你负责什么样的服事，你在做的时候，你在服事的时候，其实你要拉一个人陪你，最少拉一个人就是说你要培养那个帮手其实这个很重要，因为就算你想休个假，都有人可以帮你职务替代一下摩西，我们如果看摩西五经，我们如果看出埃及记、民数记，可以看得很清楚，约书亚是摩西特意栽培的人为什么不是迦勒迦勒到士师记的时候才出场摩西是约书亚是摩西所培育的所以现在摩西死了那耶和华直接就跟约书亚讲话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约旦河。所以你可以想象现在那个以色列人现在是在约旦河的东岸。我有给大家一个地图，大家看一下地图。
基本上约旦河的西岸没有放到那个应许之地。哎呀，这个图看起来不明显，你可以看出来有一点点颜色比较深的这边哦，就是这个图的左半边颜色比较深，这边指的是所应许给他们的地方。如果你注意看约旦河的话，约旦河的东岸其实不是原本给他们的，主要是约旦河的西岸啊。那如果已经到了北边的话，才会移到东边哈。就东北这一块呢，到底是不是所应许之地啊？是有点模糊的。可是主要就是约旦河以西的这一整片啊。好，所以他就说：“来，你们要过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啊。”耶和华上帝对约书亚很大的鼓励啊。他说第5节：“你平生的日子，就是你一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指的是他的对敌啊，就是指的讲清楚，就迦南地的这些敌人啊，以色列敌人。他说：“你一生的年日，我会让你带领以色列人征战，没有一个人可以阻挡你啊，没有一个人可以阻挡。而且呢，强调说，我必与你同在，不撇下你，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我跟你说，基本上第1章，你当刚强壮胆，讲了4遍。最少4遍啊，讲了4遍。想想看，什么情况下你要一直鼓励人家说你要勇敢，你要壮胆？什么时候？当然是情况不太好的时候了啊。所以可以想象的出来，就是说，摩西死了，天哪，这多严重的事情！摩西死了，他带领着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也是有征战，也是有打仗哦。然后从一开始逃过埃及的追兵哦，然后在旷野40年，都是摩西带领。这是神人神人摩西带领着他们。那现在怎么样？摩西死了，就摩西就死了，怎么办？约书亚是新的领袖，怎么办？这个是很大的压力，而且是会害怕的所以上帝这里吩咐他：你当刚强壮胆当刚强壮胆。我们能不能体会摩西的这种约书亚这种心情啊？要刚强壮胆。一定是情势，不能说急啦，我要说情势危急，不能说急，因为是犹太人主动要过河去攻占的嘛那当然是上帝催逼他们要开始这么做。应该说情势险恶非常险恶然后想象的这个 leader 一定要展现出他的信心要刚强壮胆这个不能他自己慌自己就开始害怕慌了，那怎么打？所以要刚强大大的壮胆可是我讲义上有写，刚强壮胆是一回事，作为领袖作为以色列人的领袖，刚强壮胆是一回事。可是经文这里写的要怎么样？要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所以要遵行摩西所颁布的律法你把它当作摩西五经可以颁布的律法所以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
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的话。所以我刚刚讲的刚强壮胆是一回事可是呢，最重要的是要持守上帝跟他们立的约这才是重点重点是上帝说我要与你们同在我带领你们进迦南的，我与你们同在。他跟约书亚说，我必不撇弃可是重点什么？重点是他们要持守自己是耶和华上帝的百姓的这个地位这才是最重要的这才是最重要的。你多刚强壮胆都没有用，你一定要持守我的话，上帝的话。那这边呢有一个可能大家就看过去不会去想的一个问题我要跟大家讨论一下。第8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好，这个以色列人都很遵守这件事情，朗朗上口以色列人小朋友从小就背整个律法书，就是摩西五经每逐字不漏的背他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书上所写的一切的话。好了，来，我们想一个问题。这里耶和华强调说你们要谨守遵行律法书一切的话，写的清不清楚？从创世纪到那个申命记写的清不清楚？非常清楚。你说十诫写的清不清楚？很清楚。不清楚的地方犹太人也写了好多了306条该做不该做一大堆，360条该做不该做一大堆。请问一下，他为什么是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思想什么？弟兄姐妹，就不是就背起来就好了吗？像他们讲，把它记下来，把上帝的话语记下来，然后按照你所记得的，你就谨守遵行就好了。就好像六法全书，我们把法律背下来，那个就是犹太人对摩西五经对律法书的看法，他们把它背下来，谨守，然后就谨守就好。为什么需要昼夜思想？思想什么？弟兄姐妹，这会是重点。摩西五经写的不清楚吗？他们就背下来就好了嘛。为什么需要昼夜思想？思想什么？这其实你看，在我来看从旧约一开始，上帝就已经很清楚的阐明他的话是得怎么遵守的。他的话不可以，因为人在遵守上帝的话，不可以只是白纸黑字，然后照条例来遵守。这里他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什么？昼夜思想。到底是思想什么我就记起来很熟就好啦。你知道有一段时间台湾基督徒很强调背圣经后来有一群人更是整本还要用背的背起来，把上帝的话语背起来会得到赐福，会有福气，然后把上帝的话语背起来，比较能够就是好基督徒就可以遵守上帝的话。如果你看这个，我演绎一下第8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口，总要昼夜思想。我认为重点不是背下来，我重点是理解。我觉得重点是理解上帝的话是什么意思他的精神跟原则是什么，这才需要你昼夜思想，不然你背下来就好了。
你哪需要去思想？你就把它背下来嘛，照做就好了。现在的台湾的基督徒还是很多基督徒还没有背下来，可是他们就照做。重点不是照做，重点是昼夜思想。你得是去揣摩你现在这个处境，怎么样去遵守，或者说怎么样拿圣经的话语来应用。这需要思想的，这需要考量思想，然后在那边琢磨，不是说我把经文背下来，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我是真的是这样认为了哈。台湾的基督徒出错的地方，就是说遵守圣经的教导出错的地方，就是错在这里，他并没有思想这个经文的意义是什么，他只是照着这个经文的字面意思去实践而已，这个都一定会错的，一定会出错的。这边说你们这样做，你们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认为并不是说我们在逻辑上做一点分辨，并不是说你要遵守上帝的话，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不是，你应该理解成说，因为你们是上帝的百姓，是与他立约者，你背后有上帝当你的靠山，所以你是凡事亨通顺利。那遵守律法书，遵守这一切上帝话语的规定，只是在显明你真的是上帝的百姓，你真的有上帝做你的靠山。所以我刚刚说这有什么不一样，我就说的我们不要理解成因为我去遵守上帝的话语，所以我会凡事顺利亨通。不是，应该是因为我是上帝的百姓，所以我凡事顺利亨通。可是我作为上帝的百姓，你怎么看得出来我是上帝百姓？因为我的生活活出来是跟这些律法的规定相符的。如果我是一个不愿意遵守上帝的话语的人，那其实我自己的选择跟我的作为证明我不是上帝的儿女百姓，那就不要去想什么凡事顺利亨通，就自生自灭吧。所以我认为逻辑上要做一点厘清。所以遵守律法是他们该遵守的，他们的一切的凡事顺利跟亨通，并不是他们靠着他们遵守去换来的，而是他们是上帝的百姓，上帝必带领他们凡事顺利亨通。所以第9节你看到没有？那个耶和华上帝就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我跟你说，就是因为可能包括约书亚都很惧怕，都很惊惶，所以才需要上帝跳出来3番2次告诉约书亚：不要惧怕，不要惊惶，你当刚强壮胆。这个我们一定要读得出来完全我刚刚说的完全是合理的。他们这个信仰群体刚刚丧失他们最重要的领袖神人摩西，这是何等大的打击那约书亚虽然是上一代的领袖，对了，这边没有提到，经过了40年在旷野的流浪，第一代就是从埃及出来的第一代以色列人都死光光，只留2个，这只有迦勒跟现在这个约书亚。因为上帝不准任何第一代的以色列人进迦南，为什么？
就是因为如果照经文的意思，就是说，因为那12个探子回来以后的报告，其中10个是在那边哭啊，然后也影响所有的以色列人在那哀哭痛哭哀嚎，说啊，上帝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要我们去死啊，死在这里啊，我们没死在旷野，没有死在埃及的追兵，可是上帝要我们把我们带去迦南地，让里面的巨人残杀，上面哀哭。只有迦勒跟约书亚说，我们一定可以靠上帝，我们可以把这地夺下来。所以如果从经文来看，就是这一些人因为不信从埃及出来就不信，上帝就让他们全部死在旷野。所以为什么要在旷野流浪40年？就得让这第一代人死光嘛。所以能够进入迦南地的都是第2代，在旷野出生的。在旷野出生的人，那可是由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去的。所以只有约书亚跟迦南跟那个迦勒是那个时候第1代的犹太人，然后可以进入那个迦南地的，连摩西都进不去，连那个摩西的哥哥亚伦也都没有进去，都是第2代的以色列人进去。这个是从圣经的文本看的理由，为什么第1代死光了。可是我有另外一个看法，我自己有另外一个看法。我认为就12个探子，他们里面有10个报坏的信息，那这样就全部人不能进去哦。有没有可能我不是12个探子，可是我是很有信心的？那为什么那12个探子回来就害我们大家都没有办法进迦南？我认为有另外一个理由。上帝要让所有当过奴隶的以色列人都死在旷野，能够进迦南的是新一代新而独立的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当过奴隶，他们的心是自由的，他们没有当过奴隶也只有这样的人配进迦南地。为什么第1代的人不配？你知道吗？因为他们的生命模式就自己表现出来不配了。每次犹太人在旷野遇到困难说遭受敌人攻击也好，那个饮水缺乏然后生活比较艰难的时候，这些犹太人就开始埋怨了。埋怨什么？都是摩西害死我们都是这个上帝，奇怪的上帝。我们在埃及过得好好的，硬要把我们拉出来我们这宁愿回去埃及埃及有肉，有地方睡都安居乐业我们干嘛跑到旷野里面流浪？开始有这些埋怨这些怨言可是讲的好像很有道理，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回埃及是干嘛？回埃及是当奴隶耶。就是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宁可回去埃及当奴隶，他们不愿意成为一个自由人，然后去面对比较困难的处境。他们要的是我回到埃及，乖乖当我的奴隶当奴隶，然后可以安居乐业，可以保全性命。我现在跑到旷野，饿死、病死、被敌人杀死我是自由人有什么用？我宁愿当奴隶然后安居乐业。弟兄姐妹，像不像台湾？我跟你说，非常像台湾。台湾到现在为止，还有一群人，为数不少的一群人，是当过奴隶的然后每次遇到台湾什么动乱遇到那个新的一代他们起来，比如说318学运示威游行抗议我们这一群当过奴隶的台湾人，我们心里都会说，不是心里，我们都直接讲出来，我们都会说，还是以前戒严的时候好
哦，戒严的时候都不会那么乱。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啊，这就奴隶，你知道吗？台湾有不少这样子的奴隶啊。可是新的一代，你知道，像我们家孩子那一代，他们不会这么想，因为他们是自由人啊，他们没有被戒严过。我被戒严过，我这一代，我一直认为用5年级做代表，5年级这一代，1960年代出生的这10年，是一个很清楚的代表。我们就是60年代就是5年级这10年这一代，顶多加4年级的后半跟6年级的前半，这一整代20年是非常像死在旷野的那些以色列人，是当过奴隶被戒严过，当过奴隶，然后脑袋很固执，然后都会想要安居乐业就好，被中国奴役也没关系，安居乐业，免得中国军队过来血洗台湾。你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台湾人这样讲？这一代的台湾人会有这种想法，他们恨死台独，恨死民进党，恨死所有不跟中国统一的这种想法啊！这一代真的是很可怜。我刚刚说的这一代，5年级跟后面再加5年，一共20年这一整代。当然了，这一整代也有觉醒过来的啦。不过一般没有觉醒的就5年级这一代都常会说，我们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好像柯 P 就这一代的代表啊，我们是台湾人，可是我们也是中国人，那个也是中国人，就把整个台湾给毁掉了，那种认同，那个族群的认同就分裂掉了。那以色列人他们在这里就是面临这个问题啊，上帝让他们整代的人都死在旷野，要进迦南的必须是在旷野出生的这一代新的以色列人，是自由的，是没有当过奴隶的，遇到艰苦，遇到艰辛，脑袋里面完全不会想我要回埃及当奴隶，完全不会这样想啊！只有那个第一代的人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就说我要回去埃及当奴隶啊！就像现在的台湾的我们现在年轻的这一代啊，你问哪一个人会说他们是中国人？没有啊！这些年轻台湾人不会有人说自己是中国，为什么我是中国人？他们讲，可是跟我一样年纪的，我们的脑袋里面都有一半说我是台湾人，然后也是中国人，那个也是一个麻烦啊。为什么现在的那个疫情那个武汉肺炎中国病毒这个疫情，会有那么多人在骂台湾，说我们是乞丐，然后说那个中央防疫中心所有的东西都不对错，就是这些人呢，就是当过奴隶被戒严过的这些人，脑袋一直还是想的是跟中国一起的，好好笑，没有想要新而独立的国家好了，讲偏了，回来以色列人一个新的开始所有的当过奴隶以色列人都死在旷野了现在新的这一代，约书亚要带领他们进迦南另外一个看法，一件事一定要提一下的，摩西没有进迦南摩西那么重要的人物，摩西自己也非常的希望能够进迦南地上帝所应许给他们的土地当初他在西乃山何烈山，他当初在山上放羊的时候，看到那个异象，分而不悔，然后耶和华上帝亲自任命他，你要把我的百姓从埃及怎么样带领出来。
我们回去看出埃及记，那边就有讲清楚了，带领出来。那边耶和华上帝并没有说你要把我的百姓带进去迦南地啊，那里就讲清楚是带领出来。那为什么不让摩西进迦南？民数记记载的摩西死的时候是很硬朗，齿牙都健康没有动摇，不像我牙齿快掉光哦。摩西是一个，而且目光炯炯有神哦，这么健康的一个老人，为什么不让他进迦南？他一生的希望跟他的心所念，耶和华上帝真狠，就是不让他进迦南，就进去一下也好吧。你知道为什么吗？如果跟刚刚一样，如果从圣经的文本来看，就是有一次摩西敲打磐石啊，上帝又因为又是以色列人又在那边埋怨了，没有水。那上帝是吩咐摩西让磐石出水，可是在经文摩西是敲打磐石。那很多的学者就说，因为叫摩西不顺服啦、骄傲啦、怎么样啊，所以上帝不让他进迦南地。我说屁啦，这个上帝有那么小气吗？摩西就算犯错，他一辈子为上帝做过多少事情，重要的事情，他承担多少事情，因为一个小错就不让他进迦南地，这什么小气的上帝啊？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一个很明显的原因是，摩西不可以进迦南，因为新的领袖是约书亚啊，新的领袖是约书亚。这个得要有一个新的领袖出来，开始继承这个进迦南的这个任务。那上帝主意的是约书亚，他不可以让摩西活那么久，然后进了迦南地，还是摩西还在，就算已经清楚任命他的接班人约书亚是最高的领袖，以色列人不会这样看，以色列人还是会看摩西啊。你就想象，当约书亚说：“来，各位同胞，我们刀拿起来，我们向前冲，冲啊！”约书亚说：“冲啊！”然后你猜所有的百姓都回头看谁？都回头看摩西，你知道？摩西他得要这样，大家才敢冲啊！各位弟兄姐妹，请问这样子约书亚怎么带？怎么当领袖？所以摩西不可以进迦南。上帝在建立、塑造约书亚成为一个新一代的领袖，不可以有摩西在旁边搅扰，因为摩西太重要，他神人，只要他存在，不会有人甩约书亚的。所以你要看到啊，我们第二章进到第二章，第三章的讲到他们要过约旦河，是摩西带领他们过约旦河，就好像当初约书亚带领他们过约旦河，就好像当初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那这里是过约旦河，等于是约书亚必须被塑造成一个跟摩西相提并论的一个领袖，所以摩西不能进来啊，这是搅局而已啊。呵。这第一章就差不多结束，有没有问题？留言，对，你很好，举一反三，所以要等到被国民党政府洗脑过的人都挂了，才能建立新的独立台湾。我真的这么认为，我真的这么认为啊！我已经有这个觉悟。快去死了啊！你看嘛，我们这一次的疫情，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像台湾这么可怜，要对抗病毒，还要对抗自己国家里面的一些神经病。
有疫苗也骂，没有疫苗也骂啊！哎，疫苗买不够也骂，买贵了也骂，反正，然后跟中国那边里外应和呀，我要赶快去挂掉啊！赶快挂掉。赶快挂掉，台湾才能建立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好，我们看一下第1章的第10节，这边有个地方一定要谈一下。啊，这里于是呢，约书亚就吩咐百姓的官长哈，这些 leader。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当预备食物，要打仗了嘛啊，要启程了。因为3日之内，你们要过这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上帝赐给你们为业之地。哇，这个你知道不得了哎，过了40年哎，终于哎，要 happen 了哦，过了40年了啊，他们。过了40年了，大事，这是大事啊。然后12节就提到一个奇怪的事情：约书亚对吕遍人、迦得人和玛拿西半支派的人说：“你们要追念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说话的话啊。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使你们得享平安，也必将这地赐给你们。”你们的妻子、孩子和牲畜都可以留在约旦河东，摩西所给你们的地，但你们中间一切大能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前面过去，帮助他们。这在讲什么？就是说，还在摩西当王的时代，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到了约旦河东边这边的时候，他们到约翰德东部的时候，这2个半支派啊，就是流便、迦得跟玛拿西一半啊，这2个半支派，他们发现约翰河以东这里，不错牧草丰盛啊，河边嘛啊。然后平原广阔哦，他们说那我们不去了，迦南地约旦河里面了，西边了，我们不去了，可不可以把这一块就给我们，这块地给我们？这是2个支派半啊，就是写吕遍就是流便哈，吕遍、迦得和玛拿西半个支派。哦，摩西那时候很生气哈，摩西说你怎么哦？不想跟着你同胞一起过迦南，你们又没信心的骂他们。可是这2个支派派他们是允诺的，他说我们的妻子、孩子这老弱妇孺留在约旦河以东，我们这些壮丁，我们这些勇士壮丁呢，我们会随着12支派一起过约旦河去征战，一直到整个迦南地都打下来了，我们的人就是吕遍、迦得跟半个玛拿西支派才会回到约旦河以东。后来摩西就允诺了啊，那可是他们必须跟等于是这2个支派半必须跟其他9个支派半做个约许约定。这个约定包括什么？包括他们要派所有的男人壮丁，随着以色列人大军去平定迦南，去拿到迦南地。这是第一个。第2个约一样，跟刚刚那个耶和华上帝要约书亚刚强壮胆之外，要干什么？要持守摩西的律法，要谨守这个信仰。所以后来呢，
两个半支派，他们在他们约旦河以东地方筑坛祭坛啊，献祭的祭坛，引起九个半支派的人的愤怒。他们认为说，你们干嘛？你们筑坛是想要拜偶像吗？背弃耶和华吗？哇！他们就9个支派半联合起来要灭掉这2个支派半啊。可是后来经过先派人去沟通，才发现这个祭坛这是一个纪念的，他们没有真的要拿来拜偶像啊，所以才解释了这个误会哈。那这里就是一个插曲，就是说，他们要开始启程了，要过约旦河了，其中有2个支派半是没有过去的，2个支派半是没有过去的。可是，所以可以想见，原本上帝所应许的迦南地，并没有包括约旦河东边这一块。哦，那这2个支派半，他们在他们的同胞、他们的弟兄姐妹渡河去打仗之前，他们就已经表明，我们要的是这一块。我们虽然男人会跟你们去打，可是这块给我们，这个是不是好的决定？不晓得，因为后来亚兰王国让兴起的时候，这边是最先被占领掉了啊，这边是最先，就是说约旦河以东的这一群犹太人是最先被占领、被俘虏的啊。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这样想啦，本来耶和华上帝所应许的这整块迦南地，是指约旦河以西的这一块。那至少约旦河就可以作为一个小小的屏障哦，战争中的时候做一个小小屏障。你说约旦河是瓦跨，约旦河就是像一般的那种沙漠啊、旷野里面的河流是一样的啊，就是说平常的时候看起来像小溪流。可是，如果是雨季、春天雨季的时候，它的约旦河河面可以扩张到100公尺，很宽大啊。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在战争的时候就会是一个屏障，天险是一个屏障啊。所以等到耶和华使你们的弟兄像你们一样得享平安，并且得到耶和华你们上帝所赐给他们之业，那时候才可以回你们所得之地承受为业。这就是跟那个吕便、迦得跟半个马来西的这些勇士讲的，你们先要跟着我们渡河到约旦河西边开始征战，等这一切都平定了，这一切都已经结束了，你们才可以回到你们的地方，就是约旦河以东。他们这些人就再一次跟约书亚立约了，原本是跟摩西跟上帝立约的，现在他们又再一次的跟约书亚新的领袖也要立约要立约。这第一章全部有没有问题？你看这种叙事的经文，其实没有什么经文本身困难的地方要讨论的。如果有可以讨论，都是一些历史的差异一些讲法我们可能不太懂。还有刚刚我说的我那个看见，就是说为什么是这2个，一个是以法莲的代表加勒约书亚，一个是犹大的代表加勒。这个真的是有趣的，因为后来的以色列就是这2个势力在拉扯，北以色列跟南犹大一直都是这2个势力在拉扯。后来第一章有没有问题？第一章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今天人很少，那大家跑去哪里了？什么？有广告有差。有广告有差，所以我们这是没广告。
嗯，好来，第一章没问题，我们就进入第二章哦。这绿发树不该离开你的口，这绿发树不该离开你的口。好，进入第二章。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从石亭暗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吩咐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等于基本上过了约旦河到西边，第一个要攻打的城市是耶利哥城啊，所以先派出探子。你知道这个这样的记载其实当然跟后来喇合有关系，可是这样的记载其实是要做一个对比摩西那时候也派了12个探子去窥探，这时候约书亚也派了2个探子去窥探，这是做一种对比。这种对比是在告诉你说，现在约书亚作为领袖，就等于以前的摩西作为领袖。今天的对比在这里，如果下礼拜往后读，会发现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我说过，约旦河如果涨起来，涨潮可以到100米宽，1公尺宽，1公尺蛮宽的。我们游泳池那种标准的长的是50，然后再1倍，你想那是很宽的。好。我说过这里派探子做一个对比，那一个是过红海，一个是过约旦河，又是一个对比，就是在告诉你说，现在约书亚作为你们的领袖，就好像当时摩西作为你们的领袖，这是一个对仗，凸显出约书亚的重要性的地方啊。然后他们这2个探子去呢，就来到一个妓女名叫喇合的家里。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2个探子要跑去一个妓女喇合的家？基本上犹太人的历史家或是一些他们的文化传统，一直想要美化喇合只是喇合不是妓女呢，她是旅馆女主人旅馆的主人有可能没有错喇合家那边是开旅馆的，所以才有可能这个探子就直接往那边住嘛可是喇合是妓女，是在用词上就是希伯来用词上很清楚的描述去描述她是一个妓女上帝不在意这个上帝不在意这个。喇合是耶稣族谱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女人耶稣马太福音的族谱，耶稣有4个，里面有4个女人其中一个就是喇合喇合就是波阿斯的祖母还是妈妈那波阿斯娶的是路德也是一个外邦女子那这里有一个插曲第2章很重要的就是这件事情而已。这边有个插曲，就是当这2个探子跑进去的时候，马上就有人发现以色列人派探子来耶利哥城了，然后国王就
叫士兵去搜查，要把探子抓到。这时候拉合把他们藏起来，藏在屋顶这藏起来，而且跟这两个探子有一些对话。拉合祈求跟那两个探子说：“这个是第一章后半段写的，是不是？”没有啦，算第二章的好，然后拉合把他们藏在屋顶然后对他们说，这里就很有趣了。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为什么？这个一个耶利哥城里面的妓女怎么会知道说以色列人的上帝耶和华把整个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你就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你读书你也读不到这个还是常看新闻。他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惶。”其实说，拉合跟两个探子说：“我们耶利哥城人都人心惶惶，知道你们要来，我们都人心惶。为什么？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么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枯干涸所以等于是说，拉合这样子的耶利哥人，他们有风闻，有听过耶和华上帝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过红海而且呢，你们怎样对待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这就跟刚刚我说的那两个支派办想要留在约旦河东边有关系就是说他们来到这里铲除了亚摩利人那这两个王一个是西宏，一个是噩他说我们被你们吓到了，你们犹太人这么强，你们居然把这西摩利王就杀掉了他打不过你们，所以我们在耶利哥城，我们以约旦河为分割，这个亚摩利人在约旦河以东，我们耶利哥人是在约旦河以西，结果以东的就被你们干掉了王也被你们宰了，那我们这边约旦河以西的当然害怕了所以他就说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将他们进行毁灭洗劫，我一听见这事，心就消化了我说我的心就消化是什么意思？我的心就吓到没了而且不是我，是很多的耶利哥城人都一样人人因你们的缘故勇气全失那拉合很会讲话，拉合继续说：“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天上地下的上帝。现在我既然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你们也要恩待我的家，请你们给我一个确实的凭据。”拉合很会交易很会说：“那我现在救你们，我救你们。等以后你们攻进来耶利哥城的时候，你要保全我，不只是我和我的家人的生命他说：“我现在恩待你们，请你也要在耶和华面前向我起誓，要恩待我的父家包括我了而且呢，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兆头。那这两个人探子就对他说：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们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那个
喇合是讲的非常的仔细精准，而且白纸黑字拿出来。哦，这两个探子其实也是心思缜密、很细心的人。你注意看他们俩的回应啊，他不是说好，那这么说的，不是他是这么说的。你如果不屑了我们这件事情，我们情愿替你们死。是这个很清楚的，这是好，你跟我要求，那我跟你谈条件啊，你要保证我的安全，好，你要保证我们2个人的安全。那我们2个人回去呢，一定会把这个事情禀报约书亚，禀报这些带军队的人，一定会保全你们的夫家，保全你们家庭。这不是一点而已哦，这里还要讲，你们若不泄露这件事情呢，我们必以慈爱和诚信待你。好，那就进入第15节，这里就记载说，女人用绳子把2人从窗户垂下去。然后这里有特别讲，他的房子在城墙边所以这是就算城门关掉也没关系，他从城墙边，然后把这2个人就垂下去。然后呢，还吩咐，我觉得这个女子非常的有见识，她吩咐他们说，你们且晚上去恐怕追赶的人碰见你们。他这样讲也是很特别，因为耶利哥城很低，它的地势非常低有人说耶利哥城是全世界最低的城市地势很低。他说你们往山上去恐怕追赶的人碰见你们，要在那边隐藏3天，等追赶的人回来以后，走了以后，你们才可以走。所以这2个要对那个喇合太说，你要这样行，不然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无干了，我们不会做。你要怎么行？他说，我们军队来的时候你要把这条朱红绳线系在垂我们下去的那个窗户。刚刚有说过的，那个喇合把他们2个人从窗户边垂下去，用红丝线，用红色的绳子让我们垂下去。这时候他们反过来要求，请你要把这红色的丝线就绑在窗户外面，这样做一个记号，我们看到就不会去为难这个家。都很聪明而且这2个探子是很有概念，许下很重的约他说，如果你们有这么遵守了那你们家的父母兄弟和全家居在你们家的，凡出了你们家门往街上去的他的罪必归到自己头上，与我们无关可是若有人伤害这些，那留他血的罪就归到我们头上那还有就你们如果泄了这个事情，你叫我所起的誓言就与我们无关，就是2边都保持缄默，就进去做就对了所以是有记号的，他要把那个红色珠线绑在窗户就是他们垂下来离开城墙的地方然后最后就记载了2个人到山上那里住了3天，
等着追赶的人回去，追赶的人一路找他们都找不到啊，两人就下山过了河，到嫩的儿子约书亚那里，向他诉说所遭遇的一切事，又对约书亚说：耶和华果然将地交给我们手中，那地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都消化了，都融化了，听到我们都来的声音就倒了哈。所以重点不是打仗，重点不是打仗，对耶和华来讲，重点不是打仗，重点是你们要刚强壮胆，要承受这些责任，然后要遵守与我所立的约，遵守我话语一切的规定，根本就不是谁打谁的问题啊！哇，讲完了呢，1、2章。有没有问题？好，拉合很爱他的家人。如果我们的家人有疾病，我们会同样的爱来爱他吗？会不会？当然啦，当然要了。尤其在那个时代，当妓女都是环境所逼，都是为了社会结构环境所逼。Yeah， 拉合是谈判高手，没有错。他趁机拯救了这些探子，而且跟探子讲清楚。那我刚刚说的那个探子也很仔细，探子也有列下一些条件啊，你要怎么样？首先呢，我们得要安全啊，然后这个事情你不能讲出去，讲出来会影响接下来的事的战争。然后呢，你们还要绑起来啊，绑身。所以这些探子也是脑袋很清楚的人啊，很清晰的人。后什么问题？今天忘了吃药。我们结束之后，要结束了再变啊，我们都结束，人才跳出来，没关系啊，我们来讨论来问啊。前面没听到没关系，我们可以看着经文来问问题。快点，有问题？思想一下，神会用一些拜偶像的人吗？你问个好问题。拉合当然是拜偶像的人，可是他这时候是心向，已经心向耶和华了哈。不过基本上状况是模糊的，他仍然是一个拜偶像的人。你问了一个好问题，神会不会用一些拜偶像的人？当然会用了，上帝连驴子都用了，有没有？记不记得？所以基督徒真的不要太骄傲哈，上帝当然会使用，上帝会使用，上帝也使用罪人啊，像我这个罪人啊，上帝也会使用。快点，没问题。
有个回应啊，那不是问题。会醒着吗？这边有问到说，所以当时迦南地的人也对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各种事情都很清楚吗？怎么说哈？毕竟我说过了，这一些文本啊，这一些文字是编辑的哈，那所以就是说是事后编辑的。事后编辑会有一种情况，就是因为都已经事情之后了嘛，所以可以做一些诠释啊，可以做一些诠释哦，所以他可以这样解释拉合，他可以这样解释那个时候的状况，那个都是事后在讲之前的事情哦，那不是像我们这种直播的，现场直播不是，那是事后的编辑啊，所以他有他的对事情的理解以后，他这样去解释前面的事情，哦，会有这种现象。拉合他的判断，他认为以色列人会赢哦，他的判断，我相信这也是事后的一种解释啊的写法。那这里有一个很传统的问题，你们不问我来问，这里有个传统的问题，拉合算不算说谎？回答我，拉合算不算说谎啦？不是说不可以说谎吗？因为军队有跑去问拉合哦，一力各城的人，拉合说有，你这两个人有到我这里来，可是在城门关之前，晚上城门要关起来嘛，他们就已经离开了。OK， 拉合算不算说谎？所以可以说谎，对不对？可不可以啦？我在看。为说谎，就约几个事件啊，比如说出埃及记那时候的法老王下令要把所有的男婴杀掉，然后有2个接生婆有没有？产婆，他们都放过男婴，然后跟法老王报告说啊，那个非利士的不那个什么以色列人的希伯来的女人妇女都要强壮，我们还没赶到，他们就生出来了哦，来不及把他们解决掉哦，是不是说谎？当两国战争的时候，这不是正常的时候啦。哦，拉合的情况，当两国战争的时候，这个不是正常的时候。哦，我是认为
不应该用在要求我们一般在说的不可说谎的这种情况，使用在两国征战，尔虞我诈的这种情况啊。那他这个时候为了要救人说谎，是啊，为了救人说谎，你会不会这样做？没错，如果是以迦南人的立场来看，喇合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说谎的叛徒，没有错。喇合是叛徒，没有错啊。喇合是叛徒，可是他现在已经是归向那个以色列人了啊。不要说战争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两支球队打篮球，我可不可以做假动作啊？投篮做假动作，所以是不是说谎？投篮做假动作是不是说谎？我做假动作，然后一转身上篮。一般我们在讲说诚实不可说谎，都不是在讲这种情况哦。哦，有问题。我刚对，有人说这是拉合翻身的好机会，没有错。我说过她是妓女，妓女在那个时代都是那种社会结构下面的底层的弱势者。对，那她的选择，是翻身的好机会，我也同意。还没问题。好，当初上帝要求摩西带领族人出埃及，摩西有先质疑自己的能力，怀疑上帝拣选，那么约书亚没有什么反应吗？对啊，经文没有记载。可是我说过的，上帝在这一章就鼓励你当刚强壮胆，表示其实我相信约书亚是害怕的。就算没有讲出来，他是害怕的，而且是没有把握的。这真的是很危险，很为恶的时代的时候了。不过这也跟我说过的，摩西在一路这40年，这一路都训练约书亚，然后带着约书亚有关系啊。那比较来看，约书亚应该就是在心理上面就已经有这样的准备了吧，要担下这个重任的准备吧。摩西不一样嘛，摩西他在旷野的时候，真的是忽然被上帝抓到，然后忽然就要去承受这么大的使命，情况不太一样。约书亚这样一路以来摩西都带着他嘛。
呀，你这是好问题，没有错。这个要看，这个要连接到我们自己啊，我们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到了，我们会愿意勇敢站起来承担这个责任？这得是我们平常就有做准备，那个准备包括心理准备跟我们的能力上的准备。这个那个时候到了，我们愿不愿意承受这个责任，承受这个上帝的差遣呀，两方面的准备都要好，就是心理准备跟我们的能力的准备两方面都要做，都要达到。那我相信约书亚是这样在操练的只是一定会害怕，可是所以上帝才要强调你要刚强壮胆。好，没问题，不然第1、2章就结束喽。下礼拜再过河喽。第3章过河，然后就攻耶路撒冷，不，耶路撒冷，攻耶利哥城好，还有没有问题？没有就要结束喽。好，我们那个因为双北的拖累我们会一直到7月底都还是线上好，来，我们同心祷告。阿爸父神，我们谢谢，我们仍然可以来亲近你的话语，愿我们可以从这个经文的记载模式去看得出来为什么这个事情是这样发生Why 帮助我们不是停留在那个 What happened， 而是能从 How it happened 进入到 Why it happened。 因为阿爸父神到这个阶段，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生命做连结跟我们的生命有关系。这个发生在几千年前的事件跟我们现在是有关系的阿爸，求你就透过这样子的我们的亲近你的话跟我们的分析理解，我们看清楚自己的境况，我们也当刚强壮胆，在我们所遇的情境，求你继续带领。我把所有弟兄姐妹交在你手中，让我们都有强健的体魄，心存良善，行事公义。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有一个人可能比较晚留言或字打太多，所以还有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迦南的罪满了，到约书亚的才处理公义的问题那台湾的罪恶又是怎么看？什么时候台湾罪恶满？我说过了这种讲法都是事后编辑往前去写的所以当然你后面的人在编辑，你当然可以这样解释说已经满了那台湾的罪恶是不是怎么样呢？这是个好问题这个我答不出来。
可我们作为台湾人哦，我们不用等它满嘛，对不对？有多少处理多少。各位弟兄姐妹要我们回答一下啊。好，那今天先到这里好不好？好 ，OK， 拜拜。